嘅一個 S 字型銀球，咁啊 C 型球可以扣實咗，唔會跌。好，咁呢一條咧個長度啊，度一度先，44左右，44 cm 左右，44 cm 左右嘅紅珊瑚。呢個紅珊瑚嘅形態係以一個小米珠嘅形態，係啦。我手提電話不在系統內。哦，你應該用咗中古系統啊 ，Wendy， 你用咗中古系統，你要喺拍檔 model 咧係要有一個叫做登記，因為我哋中古賣袋嗰邊同我哋咧生活百貨兩個系統啊，係啊，入得到去付款，我哋幫你assign一個咧叫做 log in， 咁咧等你容易啲入去付款，好冇？好，呢一條係小米珠嘅一個紅珊瑚，咁就3條嘅呢個小米珠紅珊瑚，將佢扭麻花咁扭埋入去。你睇下性價比係咪極高？我哋襯衫都抵。珠寶好，呢一個500蚊起標，500蚊起標，即係第一個人一定要嗌500蚊，好冇？我哋幫你後台幫你處理，好冇？阿肥肥幫我撳鐘啦。第一個人要嗌500蚊，咁每一標咧就係50蚊嘅，每一標就係50蚊，就係咁簡單。準備係啦，有人出咗500蚊，即係下一標咧，你一定要高過500蚊咧，你要打550蚊或以上，係啦。咁如果你打咗，哇，我想580喎，咁我第二標咧我就要580加50蚊或以上啦，就係咁簡單。好啦，好，正式開始呢一個。1、2、3，Go！好，呢一個天然嘅紅珊瑚 No Treated 嘅一個紅珊瑚係啦，亦都係呈現一個咧就係鮮紅色毛毛最靚嘅一個顏色成色啊！好冇？點解我400蚊都拍唔到？空天，因為有人比你更先咧打咗個500蚊 Jojo， 恭喜你啊！500蚊 Jojo。咁啊，我時間剩翻呢個2分半鐘啦 ，OK， 時間剩翻2分半鐘。咁啊，第一 bid 咧就係 Jojo， 如果要高過 Jojo 呢 bid 咧，請你要打550啦，550啦。呢一條市值唔需要講嘢㗎，呢一條市值，呢條市值係4位數字一定㗎啦，3、4千、4、5千啦，3、4千左右啦，OK，550啊，暫時第一 bid，OK，Ruby Chan， 恭喜你啊 ，Ruby Chan， 而家咧暫時係你最高 bid 嘅550蚊。550蚊 ，OK， 1分45秒，1分45秒入邊550蚊 ，Ruby Chan 係暫時最高邊 ，Donna Tan， 550蚊最高啊，你要高過600蚊 ，Donna 600蚊，暫時600蚊 ，Donna 呢一條係天然毛毛紅珊瑚，600蚊，小矮人，喂，志在必得喎，小矮人呢條紅珊瑚係咪自己中意？因為紅色搭配綠色，你睇唔睇到？好貴47，好，小矮人而家係以800蚊啊，最高暫時小矮人氣勢凌厲。咁我同因為小矮人啱啱入嚟，咁我哋1分半鐘呢度響咗之後，我哋會俾多50秒嘅，我哋會俾多sorry 俾多30秒時間俾大家。哇，900蚊，900蚊。呢一條真係絕對值回票價，我話俾你聽，你如果900蚊得到，你已經係超級優惠，而家係900蚊，小米珠嘅紅珊瑚44 cm 嘅一個鏈球 ，OK， 係啦，44 cm 嘅一個長度啊，着 T 恤都靚 ，OK， 係啦，而家 Carol 950 Winnie Wong 950 Winnie Wong， 有冇人多過950？我中意珊瑚啊，係啊，中意珊瑚嘅1000蚊。原來中意，唔係中意啲好靚嘅珊瑚 ，OK， 係中意啲好靚嘅紅珊瑚，1000蚊，而家時間剩翻30秒 ，OK， 你都可以拍嘅，但係唔好咁高開始咯 ，OK， 係啦，1000蚊，而家暫時最高係 Carmen， 有冇人多過 Carmen 啊？有冇人多過 Carmen？ 直接1000蚊，而家 Carmen 1000蚊紅珊瑚真係睇到爛，佢入邊呢個真係。天然㗎1050 Carol Zone OK， 而家最高邊數係1050 Carol Zone 啊！有冇人多過1500？兩秒，直接出1500，有冇朋友仔直接呢一個你總之你買到真係非常之勁啊 ！OK， 你買到真係非常之勁，好多人打咗1000蚊，我見到你多過嘢，係啦，有好多人打咗1000蚊，但係我哋見到第一個咧打1000蚊嗰個咧就係 Carmen， 所以我哋嗌要 Carmen。而家係 Carol Zone 1050 Carol Zone OK， 嗱時間剩翻呢個1550 ，Ivy 去識嘢啊！真係 Ivy 去識啲。OK， 直接落咗一刀1550啦，最後10秒，550，最後10秒啊，7、係啦，5、4，我哋唔使咁樣嗌㗎 ，OK， 1550啊 ，OK， 係啦，1550，好，1550成交 ，Ivy， 恭喜你，150，係啦，1550啊 ，OK， 好，下一個你 hold 啦，好嘛？下一個好啊 ，Mickey Moto 中唔中意？呢個
佢係由細到大嘅。哇！呢個係小金豬嚟嘅喎。塔鏈中唔中意呢個 Mickey Moto？ 有埋一個我哋叫做原裝盒嘅，咁樣一套俾你。我幫大家 check 一 check 啲珠光先。Mickey Moto 都攞嚟 beat， 係啊，今日開心啊嘛！你真係 beat 喎，仲要塔鏈喎。哇！仲要由細 baby 去到最大，大概我諗6mm 左右啦，好冇 ？Mick 七爺 A31紫水晶想付款，但係條 link 去咗 KM50安富水庫，收到。你等我一陣啦。安睡褲都可以可能想你買安睡褲，買定係啊，買定，希望你今晚安睡。係啦，小矮人唔緊要啊，小矮人，我覺得好多謝你一路咁樣支持啊！1600，知道你原來都中意紅珊瑚，但係我更加知道你中意呢一個咧 Tasaki 或者 Mickey Moto。咁咧，阿肥肥咧揾咗一條我哋拍賣會嘅一個咧，不過我覺得你嫌太細粒呢個，唔緊要，我哋都係啦呢一個500蚊嘅500蚊底，必珍珠鏈啊！仲要係乜嘢？有盒嘅。御本木珍珠島嘅 Mickey Moto 嘅珍珠鏈 ，OK，Mickey Moto 嘅珍珠鏈。咁呢一個咧，我哋都要俾翻個價值佢嘅。呢一個500蚊雞，500蚊雞，500蚊雞，亦都係50蚊一邊，係咪？500蚊，係50蚊一邊，係2分半鐘，再加3。